有一天呐、突然间哦，因为它旁边有一颗大石头，非常大的大石头，突然间裂开了。裂开之后就变成两半了嘛。然后很多人看到哇，这里怎么有出现这一首诗啊？就是这一首诗，哎，然后呢，大家看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哦，然后他们就把它写下来，有的是把它抄下来，哦，有的是把它复制下来，哦，不管是怎样，就是把它留下来就对了。结果被我们道中人发现说，哇，这一句呀、就是在专门在讲天使的啊，哦，这一句呢，就是上天泄露的天机，把这个天机呢告诉我们人类，上天现在在办什么事情，办普渡，办收敛，就是以这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？母定三阳度元人，父使西房降道元，灵出太公产圣王，太来天真办收敛。到底在讲什么？母呢，就是或者刚刚讲的，我们有一个灵性的母亲，就是老母娘，她定一个三阳度元人，什么叫三阳？各位浅浅，父就是复卦，这个就是地雷复卦；灵就是灵卦，地泽灵卦；太呢就是地天太卦，这是三个卦，然后呢，为什么叫三阳？各位浅浅，阴的黑色的就不要看它，都看红色的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叫阳爻，这个叫阴爻，所以你看复卦就是清阳起，灵卦就是红阳起，太卦就是白阳起，所以你看复卦是不是一阳？这里两阳，这里三阳，就是三阳开泰，三阳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啦，了解哈？好，所以呢，什么人定的？老母娘定的。所以上天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，然后要度什么？度元人，度